行车台语有多3种讲法自咧？行车哦，有3种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，来，接下来，是啊，不要紧嘛。卡妹妹来打车、卡达车、控鸣车，控鸣车，啊，还有现在，后边袂使讲，后边袂使打拍手。我讲啊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来咯。 4、3、2、1，卡达车、控鸣车。感谢，啊，时间到，感谢，安尼我bingo，来，咱嘛是好，我这样，再，咱有机会来表现者。表演者，啊，你一定要比安尼哦。嗨呀嗨呀！迄两个还有一项，是 T 背。 T 背，哎呦，哦，有影。不要紧啦，生命的地位，是你确定哦？规定无浪费啊！哦，来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啊，你爱讲啥种啊？你敢若讲拄则人讲控鸣车，T 背、卡打车。好好。哦，哎。